啊，公公婆婆而家何曼芝打你個名啊，嚟啦，你自己嚟啦。你係啦，我唔會教佢嘅。嗯。嗯，係啦，李乜嘢啊？公公叫做李煥，係啦。佢真係打到出嚟嘅咩？睇下係咪公公嚇？哈哈哈！睇下。係啦，跟住咧，跟住你打邊個啊？唔係咯，自己睇到噶嘛。睇下揾唔揾到？我唔提水㗎。嗯。草花頭，嗯。可以咁樣。係，再改翻佢先啦。個月字要撳多一次嘅，如果唔係咧，佢就跳㗎啦。係啊，撳一撳，撳多一次 Enter 嘅。邊個？係啦，你試一次係咪？撳咗未啊？撳咗。好啦，跟住就英咯。嗱，個英字一定要睇清楚㗎，係雙木啊嘛，係乜嘢啊？你睇下張紙，我唔提㗎啦，再錯就唔錄㗎啦。一個草花頭入邊。咁係咯，草花頭係咩英文字母啊？你要睇彩色嗰張啊嘛。你次次就係唔記得㗎，要記㗎，所以我哋學打字。爸爸都要做功課㗎嘛，你睇下係咪？雙木喺邊度啊？揾唔揾到啊？雙兩個十字啊！你自己睇下啱唔啱？可以喺度慢慢揾。政府話已經應部分學校要求安排醫生到學校注射流感疫苗。歡迎收睇呢節新聞網絡環節。美國紐約曼哈頓同新澤西州一項慈善跑活動分別發生爆炸，暫時未知有冇關聯。其中紐約嘅爆炸至少29人受傷，其中1人重傷。警方喺現場發現爆炸裝置。當局話事件係有人蓄意造成，但暫時冇